我们是农业类。热烈欢迎，祝我们所有的选手都有亮丽的成绩。农业类记忆竞赛赞！不是纯粹比赛而已，它还有美感，还有见习，还有体验等等啊。所以非常感谢这次旗山农工这个蒋校长带领团队啊，还有各校的支援啊，让这个活动办得非常成功。谢谢大家。谢谢我的老师耐心的教导我，谢谢老师可以让我拿到金手奖。经由这个平台，让我们优秀的同学美梦成真。